顶礼拜二，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.4的地震，台南南西角大桥有地震尾，真侪徛架拢受损，居民无法度登去处理。今仔日是29暝，台南市府嘛有办餐会，要互即寡灾民做伙围炉过年。28号一透早，台南市消局的人员就伫南西的绿博园无营布置会场，准备下晡的29暝围炉的餐会，要互灾民嘛会使感受到过年的气氛。真暖心的举动，嘛互灾民感动伫心内。足感谢市长佮区长遮吼，对阮遮的灾民遮关心啦。拄啊要过年，佮碰到这地震安尼吼，真正唔知影要安那。伫遮上无遇到像这几工余震。大家免惊讲，一直想要冲出去室外迄种感觉上无较安心啦。现在是过好日就好了，不用团圆。对啊。像你们都叫小孩都不用回来。不用回来，你回来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睡啊，也没有办法煮饭给他们吃啊。嘉义大埔21号发生规模6.4的地震了后，到现在是拢一直伫地震。28号7点23分，台南市南西区又搁发生规模4.6的有感地震。目前，光咱南西区的绿博园就已经收容109位的灾民，但是有的民众小工伫外口咧搭帐篷、坚守家园，无要去收容中心，要甲收容的空间让予更较需要的人。还无多啊，剩下的就是会待在这边过年，因为遐互比一寡更加需要的独居老人。新家敢我都煮食啊啥？啊，要安怎？啊，就提早拢买素食，大家拜拜，公妈都正本拜时，要我来拜啊，就甲拜拜安尼，然后就天灾也无法度啦。那么特别今天是除夕，我们黄伟哲市长特别在这个地方来跟所有的灾民来做围炉。那当然最近还是有地震频传哈，所以我们整个量能最高可以达到220人。虽然是29暝，但是拄着天灾，伫外口搭帐篷的灾民嘛，只会使简单的用餐。而南西区地震了后受损严重，互民众是有厝无法度回去，但是物资是不断的入来，要甲满满的爱心送到灾区。公视新闻郑云台南报道。